人曲到基金会，三重社区大厦趣味戏行演出。无开。 第一步，孤女的愿望，我紧。家中不看你站在那边啊，得空欢花多情，该包对到起，阮就是无意外。 可怜的路喂，这个真卡怂，出门要挂白雨啊！你嘛莫等到我边路大前行来行去，妨害我做生意，要晓去甲边啊咧。咱借问咧，这附近听讲有一间纺织厂，咧欠命人，唔知倒一间吼？什么叫倒一间啦？呀，做军经气歹。 工厂倒啊要哩啊，只干那倒一间尔。无啦，我是问讲要请人工厂是伫倒位啦？若工厂通大，我早就去哦，咱就干食高冰卵。哈，安尼哦，啊要安怎？我来台北，就是要食工厂的头路。啊当，哎哟，我苦咯。 好啦，无代志，闪较边仔咧，莫顶咯。阿秋，冰2包10块。你个真大咯，10块银分去食，人就无啊，是咱来买冰卵。啊，你这生意人哪会10块银？10块就毋是钱哦，时机歹歹啊，罔停啦，小好食无，卖饮是人。即包互你无啦。 10块，你摕等你饲你讲欠无本。哦。这个水姑娘是恁朋友哟。来问路的真卡熟啦。啊你敢是阿明兄？伊是啥？哪会捌你？伊哦，伊煞毋知影就是我嘛毋捌呢。阿明兄，我阿梅啦。哦，你阿梅哦，阿梅啥人？ 哎呦，阿梅就我啦！哦，你阿梅哦，咱敢有熟识？对啊，是啊，咱敢有熟识？对啊，啊，就住伫婚姻番仔沟水墙骹，迄个阿梅啊。哦，番仔沟水墙骹，啊，迄就阮故乡啊！啊，你毋就是阮厝边，你阿梅啊？是啦，阿梅啦，我咪啦，跟你共班的啦。哦，啊，你较早就老皮，歹老，啊，当时啊变甲遮水。哪有啦？人逐个拢嘛安尼讲，是阿明兄，你毋甘嫌啦。屁啦！你大路面你甲趁啦，大理性。哦，这个卖槟榔的，哪会遮歹，佮青白白。是的啦，伊叫做阿秋啦，阿秋槟榔的阿秋，就是伊本人，算是我的迄个朋友啦。我就是阿秋，阿秋就是我，阿廖是阮男朋友，你免想要笑。伊免样啦，阿明兄甲阮有亲情关系，甲伊是共条仔来，所以你安啦。你毋较早过，我嘛免对你遐歹。我阿玲哦，若无顾较安尼哦，会去死过他。啊，你是徛台北的？我是要来找头路的啦。哦，找头路。啊，你打算要找啥物头路？我嘛无啥物学历，是讲看有啥物工厂的女工通做无？阿秋，遮你较熟，介绍小解看有无？有啦，福建迄间纺织工厂讲有要欠命人啦，因组长拢来甲我买订了，有讲搁咧请你工咧。啊，你拄则毋是讲工时机遮尔歹，然后工厂通大，早你就去啊？
那就踮咧遮倒槟榔，佮讲工厂倒要离啊。画槟榔偌好看的，我要起笑无去大工厂。拄则甲你无熟悉，看你时阵水水，人个笑，毋得创美哩。阿秋，咱嘛是阮下港来出外人，唔通你创治人。阿妹，是嘞啦，我负责带你佚佗咯。多谢阿秋姐呀。啊，无咱槟榔摊较早收收咧，等下请阿秋食饭，阿妹食饭太济。谢谢，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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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